演员这个工作呢，有一点像这样，就是你在自己不知道在摸什么，你就在那边摸，就是在那边这样准备，然后你端出一个东西。好，那经纪人呢，他就是第一个观众，所以你就要诚实面对自己，你到底想要什么。然后我就很诚实说了，我就是想要。我先一端出来之后，然后旁边人讲，哇，你弄一个蛋糕哦，我就是要这种，二话不说狂夸，毛起来夸，这就是我要的，我很诚实，就是他情绪价值。可是有一些人呢，他其实是要可以挑战他的人，他想要他今天端出来这个东西是，你是不是想做蛋糕？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布丁。我觉得你其实一脸就是很会做布丁一样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因为他就是想要被挑战。你要去诚实面对自己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就是如果你有要找经纪人的话，我觉得一定要是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需求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创作者来说太重要了，它可能是一直维持我们动力的一个来源。